因为如果是他留在香港，还是受这种打压，香港人还有一个退路，就是来台湾这一块，靠台湾朋友、台湾政府的帮助。台湾是香港人最后一个堡垒。好，我们先到外面好了。请朋友离开好吗？啊，走啊！林先生你好。来，小心哈，媒体朋友请小心。往后退一下好不好？先往后退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先生，那个林先生，来，我们先就定位哈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往前好不好，各位大哥？我想台湾是华人文化圈的第一个民主国家。我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，曾经念到孔子的，就是念到《论语》里面，就说一个好的社会就是一个王道思想，要让近则悦，远则来，近悦远来。那林先生他愿意到台湾来，那在这边重启他的事业。我是觉得说为台湾的民主制度，台湾重视法治、重视人权我感到很光荣。那希望说，就是台湾政府能多给予一些协助嘛，因为尤其是前2天的事情，很多法界的人也认为说，对于像您脱贴的那些人，他的一些处罚比例是太轻了。起码我们知道台湾是香港人最后一个堡垒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因为如果是他留在香港，还是受这种打压。香港人还有一个退路，就是来台湾这一块，靠台湾朋友、台湾政府的帮助。这个其实我们还有后一步的可以走。当我们留在一个被打压的地方，可能是生命都有安全的问题，是不是我的香港朋友？年轻人也要好好想一想，先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，在外面反抗。比方我开一个书店，也是一个反抗。这个是我希望他们可以考虑一下，这个是我们可以做。